一步大，一步长阳，桂花尽。银王苍，空待从，议论明月。怎奈我把转愁藏，想我早知爹娘在此时与丞相金宠之女谋谈小计，是有订婚。不应亲王家败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才知我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必不谈完朝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，他总不得去呀。也不知我那美当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外门神也。有
李无知，我是他做人，我还是读书去吧。
么在门外睡着了呢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你是谁家窈窕娘与我月夜高诉吧？谁呀？哎呀，他为我沉迷不语呀！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啊！莫不是花妖书尽夜迷做了美女来我做手郎，哎呀！莫非是牡丹小姐当驸马？小命儿谁求牡丹，恰以为国是天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果然是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一出原因是有才呀，是有才。不管呐，是不管。小姐，小生我死亡见了，我们在月下当手啊！小姐，轻手。我有啊，上啦！哦，小姐，轻手，轻手啊！哎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小姐。上啦！我张嘴愿到来情，梦有风啊，命我在必不谈论公诉问，我常把事神必张于。真乃是不愿难把龙女情，今晚多管小贼来，莫比眼前什梦境。
转古代万人会，风外冷暖谁人理？孤苦凄凌负谁人？每担之心心爱，因此我一笔双情换郎情。小姐，岂不为情中居怪张郎意？梦里先来了龙女为。好一个啊！梦里先来了龙女为，小生是一家万事家太平，功名利等龙不帮，他不了小姐你终身。你虽到功名利等龙不帮，我看你定有情虽好前程，总说是你此生专攻难找归。
汉之间美英里留的是黄，呀古人兵卒也有传奇呀黄。和尚，此次美景可惜无成地用啊！去到别国书馆，请张相公第四。多谢。他晓得的什么事啊？谁用你替这穷鬼？好啦，谁娘到店内歇歇去吧。不去。相爷，妾身遭罪失故，叫穷孙写下休书，说出府去，你终是不听。使劲一看，哎呀，你儿啦！却为此日心走上，为父早已天阴之长。倘若叫他写休书，岂不要落个欺病爱父为名扬？我今父三代不早，得一许残留着穷酸有何妨？但等他艰苦赴考落地。恰兵临轩，苍云朗。看啦，谁娘去吧啊！女儿要万岁喂！哦，呀喂，还被小姐我唱的喂，多万一位。不生去。梅花的呀，我生，娘子啊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快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娘子，娘子是我，你母亲，喂呀！不知哪里来的皇孙，经过调戏我，还不因我快快滚了，他在哪里？出去。是你这个畜生，这般了得！小畜生忘了是做推母的，你连自去忘记，是你这人我小奴，黄银子同吃休提起。有王为你属下万银回家来，官是小女好福利，还叫他官出花园去，朗朗相逢永不得离。家生有还有官僚出去。是且慢，我死记来，我死记委屈你你这个小畜生！我要
张相公早被你们关出门来，你宰他做甚？我与他乃夫妻之间，岂能让他累了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作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你是哪一个会呀长我是狂徒，我是神，才是你的长老。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随穷随苦，
那暂时只得当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是此，我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被你母亲知道了，那我怎么得了哦？那也顾不得这许多啦。长郎，你听，老夫春天一路之上，你我夫妻凤凰花灯，岂不是好？你问我要看什么花灯哦？我的关龙的了解。长老，今晚之日都是切身的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自己你我夫妻都欢喜上花灯。
娘子，娘子。展元，在前面言人言语，我有事辞皇上。小人不管讲，讲。是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，你们可看得仔细，看得仔细。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！我将他关出府去，他竟敢勾引我女儿，关灯闹事，这完了得！家园，在将他们上贼位。是。相爷，因我是此怒气冲天，可恼！况出生修长征，关着我们有把是非生。他尽管与我为男女，东王老是关花灯。传扬开去完得了，岂非是不堂堂相公？要出丑名。小姐上上这位把他们两人带上来。是。你自己去看。大胆的小畜生，把我们奉华生命界，这完了得！下面在将这畜生与我绑下了。是。呀，将这小畜生残呀束绑。是。你记住你的畜生去！你呀，回王去吧。你呀，万岁为娘回王去吧，走吧。冒充相府前进，你所生经过冒充相府前进，王妃，你是妖精，别是妖精，你。你是牡丹。还是牡丹，你是牡丹，还是牡丹。哎呀，相爷，怎么有两颗牡丹啊？女孩是你所生，你一定认出真假。我能分出真假。母亲，还是牡丹。
亲，儿是美的，儿是美的，儿是美的。哎呀，你是我家小姐吗？我不是小姐，是谁？你是我家小姐，你是我家小姐。啊！你是我家小姐，我怎么不是小姐？你是我家小姐。啊！老爷夫人，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。那谁是真的呀真的？只有你们姚丸是真的。哎，哦，相爷，我没带孩儿，周水上玉玉子一颗，玉玉子虽是真的，把玉玉子却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玉有子。老爷夫人，小姐手上也有子。啊，儿女啊！母亲，儿身上也有子。老爷夫人，小姐身上也有子。我的女儿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啊，相爷，相爷，哎呀，天，苍天啊！金虫在上生金。要你金钗。天谁？相爷，转相爷手上身，待妾身再去看分明，看他俩头上紫彩呀云鬓，但他言辞的应承，上穿绫罗上凤袄，下是金丝大花裙，完美叮当要几岁，唐红楼落过山城，才是我的亲生女。实在难分家务真啊！谁是家，谁是真，深深的你一难分。本是救命的离经，你不要洗彩来喷针，你少打成你这一段叫你气来气你，难道你？小姐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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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不要吵了！你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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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留下去。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比说是好啊！不成，
不必惊慌。老冯的包大人暂要见礼，我今得与当修书一封，请包大人过府官名正驾。事到事情也只好是此了。哎呀，相爷。爷妹不免惊慌，与兄为妙计在此。令君别做保证，来一个你哥哥掉进江坑，闹他姑真保家保别不亲，保护儿女。恩爱夫妻不离分，不离分。花龙照顾我的爹，王照大婚我们定。师兄相助先生痛，你一辈子先生恩。
老包，你路老包，言得罢，是非对好，岂可把萝卜白菜一股熬，一股熬。哎呀，不好，朕保往金府去了。我们得抢先一步，好，抢先一步。三龙草虎，王草马回，有，去他。相爷，丁相爷，包大人到，有请。有请。包大人，老相爷，请。包大人为了小女之事，犯他人国府，真是官级不敬呀！方大人推明正下，暂时要你。相言探访可行，老鸨自有判断。此次多谢包大人。相爷，相爷，又来一个包大人。包大人，曹大之上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只有一包，平红二包。只是方才那包又来了一个包大人啊！哪来的？只怕是曹包。请大人限制别胜。好，去。
有请，有请包大人。老相爷，莫非有满客之意？老夫奇观嘛，看这是方才已经有一个包大人啊！包大人，真是包什么？保证包子！大宋朝哪里来的2个包子？老夫也好生奇怪，是哪位大神与李大神衣冠样貌也不无二啊？竟有此事，请来相聚。有请包大人。哎呀，我呸！也见此要心疼啊！谢了珍宝，我爱好笑。尽管一家乱阵，把相夫杀。何妨要你滚城堡？既有三五代去两老包，你苦子与龙不相容，增加难闻笑。可是扶风不起浪，风起浪与高。堂堂相夫怎用你来惊扰？也是不独归回家去，随大叫。百世人间对如草。就是那地府营造，我都去滚刀。对你当菩萨不分到底，这其中奥妙你真是笑。两位大人，不要为了小女之事，生儿单位大人斗气啊！与这妖怪有什么后情可讲？凡事要尽情尽气啊！请大人判明真假。老鸨自有判断，老鸨自有判断。来，有升堂，来有升堂。美旦代偿，美旦代偿，美旦代偿。看见大人，金美旦听听，金美旦听听。咦，
名字为何两人应声？一生名字为何两声应声？一路将一生的乃是要紧，你小心！休得争吵，重色将来。学得正草慢慢的将来。大圣用力，劈开此泪影，牛上飞多情。我要的可慢慢将来。我要的可慢慢的将来。大圣，我本是相负一千金，欲长生与绵绵婚姻，只因他父母丧亡故，我弟弟命他在玉波潭湾东私奔，谁知他努力唱着花园内大金冠，与奴相为手中金，我弟弟将他关着府中家丁女随他回家门，谁知他背了一个妖怪嘞！你想鬼！哪想得过来？他想带过来。一路家养一山一养军，要万事一难分辨，深深的人母亲啊！太阳到花园分到底，风水雷贼阵阵，雨墨金枪子牛人，帮大人民情高远，还家人。哎呀，大神啊！他二人居士一样口公子。老贺，你是曾是包青天，今夜这样的小事都身份不清，且困我的。来，有带长孙。带长孙，带长孙。叩见大人，长子，有圣才，你知财不知财？长孙，你知财不知财？大人有甚不知财呀？你身为豪门秀才，父母丧亡，这被老乡一心灵，你当没的苦头列到上京，怎么尽管长乐花园做出一例之事，这被老乡爷官出相府，又有牡丹小姐长结婚等，以致花妖女美无从议起。来呀，将张真修才过去，贴下去重责。是啊，大人有甚有变呐？将
一位父母临门庭，花园要为夜长情。想也是我花莲县厕所守门，分明是他二伯严兵要去张真。相爷谁又不是，也是你言之有愧，不必多言来哟。有，退下去，重重的打。这天大的冤屈，我前车见安色城，一样貌两样形，一股子道德堂狂，一股子麻木无神，实在保证家用业，真我家义之风雨。老汉，事到如今，谁是家，谁是真？难道你问不清楚吗？一声同应令，真假已分明。那这可的是假，那不可的，是真。哎呀，不对呀！这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谁假谁真，不能别身份。张真，张真，到底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张真，由你细细的讲来。他曾东当北部山上高，怎会也能两文鸟？啥是安情与母亲，怎一家我不思想在这乡，常言道相亲相近真知情，错怪黑城风为妙，他俩用眼色相望，真情假意不明了。一个是书馆夜谈宋关羽，一个是花园作者史剑桥，一个是关灯色部魏子英，一个是公堂守正他冷眼将。这为代陪我亲自十三重，心是花容与有貌，那牡丹不仅花你不成形，心是花冰风雨
那才是真牡丹。不，这是真牡丹，那才是假牡丹。我比窦爷得了下去。这位包大人身价颠倒，这位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啊！哎呀，我的女儿，女儿，像你那样出身不经惯例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包大人，是你生出了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包大人啊！女儿，快来谢过包大人！多谢包大人，他是假的。你是假的，包大人，他是假的。他生的，你是假的。你们两个大人都是假的。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臣人再有君。我的妈呀！老汉，你不要无快累快，杀了假宝倒不要紧，杀了真宝哪还了得？老包哪一件案子断得不明？案子对得明的就是真宝，案子对不明的就是假宝。老汉，你不见两股娇鸟两娘亲，其中是非不难分，欺兵爱富你不忘，亲生你从你给动情，为你来回咱要紧，岂非是三方情罪落岗文？今生我总会记下把名而上，我也要痛痛快快地骂你一声。骂我什么？骂你是不辨是非，不分少报，妄称青天，无毒报身。家老包有些话。却走了佛头下，审问不把是非断，我要判明神要为就困了到八一郎，必不吞文言文章，应动有心花娇娘。真问那是野兵爱妇女，家谋担道与好啊好相长，是将身家强分成间好鸳鸯，老汉，你倒是亲身结证，请讲请讲。空谈茫茫外语，有情者不遣是臣，不遣者不遣是妖呐。老汉，这珍珠也有假？那应是家中有罪喽。老汉，这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
开张嘴。是。叩见大人。上阵。有甚在？本当杀你负责，明日被贬黜的美旦小姐也都回归故里。多谢大人。娘子。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青天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有其他会有福。我谢罪了啊！老乡爷，老乡爷，老乡爷他到哪里去了？包大人，要你可曾斩了啊？老包报剑随礼，不斩佛财之言。还有，其大为岳父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啊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。老何，难道你不离此外，我就怕了不成？待我罪名升上，降下诏旨，命张天师下凡捉拿此妖。
真是此去家乡300里，谁是天涯海角我都能忆。娘子，我与你上说上去把年好。什么在相互情？娘子，我们走吧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有点冷啊。哦，冷啊！我不用凉上了，我们睡得快一些，去不冷了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睡得慢一点呐！娘子，你睡得慢一点呐！娘子，你睡得慢一点呐！娘子，哎呀！糟了，糟了，你怎么了？糟了！娘子，这300里路一开始就走得那么快，后面的路就走不动了哦。糟了！这个天空相随随，来了天降哦天命，所谓恩爱办法掉，难道不来离婚？要离婚，他哪晓我是离情爸，为我上前把真情讲。娘子，不能啊！他要是知道我是李玉琴，他还会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路正营啊！见娘子曾是变，我必须为难主子难成身。娘子，我内在必不贪官皆同心，有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是啊，我为他几岁，难道领的只是不把真情告诉他吗？怎了？娘子，可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你是我的娘子，牡丹小姐呀！我不是牡丹小姐。啊，那定是广安仙子喽！也非广安仙子，我乃必不得理。理什么？啊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乃必不得
起死心沉沉，欲令我夺取谁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内带女郎君，比上飞机鸳鸯。听娘子说曾真君王，不与我长醉还思量。想当初在北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作情侣长，愿小家居文化带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今从又将我们再为步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闹公堂，恰原来呀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别。他为我献血把命丧，多生两个有情女，我长真关记在心上，将每当爱的是不归，那几娘子恩爱长。
王风大作，天算雷鸣。我要再你彻底。我定要招生王子上天彻底，将你他这几枚与他们打起来了，这面时候是好啊！对，带我进去抽他一层啊！
难带来三服于他，尔等配享。小要叩见娘娘。李靖虽要惊慌，无难带来搭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也有两条路，任你挑选。你今月答应，还是小英？小英怎地答应何来？小英虽无奈，希望南海行礼500年后达到正邪。答应你。答应把御林三撇，当上半截受苦。小要情愿答应。情事为何？我要张真，想要情愿躺上凡间受苦。张真乃一所夫子，你为他丢下7年道义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想那张真乃是知人君子，想要与他黑死山门，我是陪他完成什么邪，完了什么他？娘娘。此次把御林三撇答应了吧。
夫妻双双同承孙。愿你们不如记牢，待我送岳妹妹夫一程。